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欣赏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咪咪笑讲客家学讲客家话的时候喽。我们知道平常啊，可能学生说读书那么辛苦，工作呢也这么用力哈，所以到底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出去玩一玩，旅行 ，enjoy your life， 享受一下人生哦。那我们来看旅行，旅行的客家话呢叫做离行，离行用行就是行走那个字啊。离行，上班上学的朋友，我想你们可能比我幸福了，因为周休2日你就可以出外去旅游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礼拜六、礼拜天哦，是许巍老师特别忙的时候。这句话怎么说？唔够呢？礼拜六、礼拜日，嘿爱特别冇闲噶哈。礼拜六就是礼拜六，礼拜日就是礼拜天，特别冇闲。特别某寒，某寒意思就是很忙很忙的意思了。那你们比我幸福了。我又想到古人说一句话了：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半朝难。客家话是怎么念的呢？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半朝难。再来一次哦，在家千日好。在家就是 at home， 在家的意思。千日好就是1000日，每一天都好。出门就是出门，半朝难。出门啊，半天你就觉得很辛苦咯。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半朝难。出外旅行可不比在家里哦，所以要注意安全，随时提防着呢。这样子呢，可以玩得很尽兴了，然后也可以安全回到家。我们来学玩得很开心，玩得很尽兴，怎么说？叫做搞到动听哦。你看你丫的搞到安听，搞到动听，那个听好像就是畅快的唱的意思，就是玩得很开心，很尽兴，搞到动听哦。那么你们旅行的时候都玩些什么呢？像徐巍老师很喜欢游水，游水就是游泳。那么开伞也不错。开伞我教过，就是爬山哦。好了，出外呢，接近大自然的时候，别忘了带杂就是雨伞的意思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了几句话。第一个，在家千日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别忘了出门半朝难。还有记得要搞到动听哦，这样子才会很尽兴。暗自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